来看中华新港市的蚵仔，因为饲伫咧海内面，对着海水饱流、苦流，加上晒日头，这蚵仔食起来是特别 Q。即马也是新港头一批蚵仔的采收期。蚵农表示讲，目前因为无遇到风台大雨，天气也算是稳定，所以这蚵仔品质唔那好，搁大面。而且但是讲这深蚵仔是真辛苦的，无少年人愿意学。蚵农也开始伫咧烦恼讲，工人未来会愈来愈歹请。大火欠芳，佮加入蚵仔面线落去滚滚的，一碗清甜的蚵仔面线就会当上桌咯。即阵当是中华新港蚵仔大出的时阵，蚵农表示，目前为止无拄到风台大雨，蚵仔大了紧，品质好，佮大面。水打落去就无水工食，无水工食伊就浸水，所以蚵仔会加好食。阮家己咧炒，阮拢炒到1400-1500条，即马吼唔敢炒济啊，你炒愈济了愈济。新港沿海地区放蚵是用倒边仔的方式，甲南部浮梅饲法无同。蚵仔缀着海水、甜流、烤流，加上晒日头，食起来特别 Q。只有伫6月底到10月这段时间采收。毋过这几年蚵线、跳卡才会养殖成本增加，加上破蚵的工人歹找，蚵农毋敢饲济，产量减了一半。足歹找啊，因为拢一个老一辈子，大家拢有诶拢退休啦。无去破啊，所以年轻人即马拢无啊。国中我就缀阮爸开始做到即马，到后壁阮爸即马开始换伊退休啊，换我咧做。咧做的时阵就感觉即马人力缺失会真严重安尼。过去新港饲蚵当兴的时阵，差不多有200多户咧饲，即阵大概只剩30户。今年25岁蔡尚基表示，虽讲饲蚵辛苦，但是因为伊是海口囡仔，家族世代拢饲蚵，对海有真深的感情。转来接家业，就是希望新港的饲蚵产业卖断落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